我哋成日講嘅波子咧，今次真係波折啦！今年保時捷前3季度利潤由舊年嘅40億歐元，直至就跌到剩翻4000萬歐元喎，暴跌99%。嗱，我哋睇眼前嘅中國市場嘅銷量數據啦，今年前3季度淨係賣咗3.2萬輛，比2021年巔峰時期嘅近10萬輛咧少咗就嚟7萬輛喎，同比仲跌咗26%。要知道以前嘅老闆們啊、精英們排隊搶購過百萬嘅保時捷噶嘛，點解而家都唔埋單啊？其實咧核心就3個原因，每一個都係而家有錢人嘅消費痛點。嗱，第一個又係最關鍵嘅就係冇跟上智能化。而家嘅有錢人買豪車，早就唔係睇呢個保時捷嘅車標同發動機嗰個滾滾噶啦。要嘅係智能座艙、流暢嘅車機交互、貼合中國路況嘅輔助駕駛。但保時捷咧，你諗下，花100萬買部車，結果啊，連國產30萬嘅車有嘅智能功能都冇喎，咁馬力再大又有咩用啊？嗱，以前咧大家就為駕駛樂趣埋單，而家咧就睇中呢個科技體驗。保時捷啦，偏偏就喺呢部慢咗唔止半拍咯。第二咧就係戰略反覆無常啦，自亂陣腳。舊年咧仲高叫全力電動化，投錢搞自然電池，結果今年呢個急轉彎，純電車全部推遲，718嘅純電版咧就推到2035年喎，自然電池項目咧直接就斬咗啦。轉頭又話要聚焦燃油同運動，咁有錢人買過百萬嘅車，買嘅都係品牌嘅穩定性同軟件啫。嗱，而家保時捷自己都唔知自己想點，消費者係點咁輕易落手啊？萬一我買咗燃油版，明年你又話做電車啦，想等純電版咧，又要等到2035年喎，唉！我買部其他車頂住檔先啦。嗱，第三咧就係國產高端品牌直接搶蛋糕啦。以前咧我哋講到百萬級嘅豪車，大家就諗到BBA 啊、保時捷啦，咁而家就唔同啦。仰望腰白就靠硬核越野同智能科技，成為咗好多老闆嘅新選擇啦。而問界 M9嘅豪華配置同鴻蒙生態咧，就吸引咗唔少注重家庭同科技嘅精英喎。咁專界 S800更加係超豪華行政轎車市場入邊而家嘅 No.1 啦。呢啲國產車唔單止智能化拉門，仲非常之明白中國消費者嘅需求喎。比如針對商務場合做嘅後排隱私玻璃啊、車載冰箱咁，比保時捷嘅歐洲化設計貼心得多啦。同樣花100萬可以買到更加智能、更加貼合需求嘅車，點解仲會買你保時捷啦？如果保時捷仲喺度糾結緊呢個究竟係燃油啊定係電動嘅話咧，你仲唔補上智能化嘅短板，恐怕連4000萬嘅利潤都保唔住㗎啦。畢竟消費嘅本質咧就係升級迭代，唔係倚老賣老。